在新德国呢，外籍移工有3万多人，为着要互这个离开故乡打拼的人，买当有5路的活动。今嘛清华大学伊办移工篮球的比赛，这届有200多人来参加。除了运动，买当互相交流、解乡球。这届比赛，互边的人挡袂牢，拢赶紧走来斗加油。对菲律宾来台湾接头路，已经来17档的Rocky讲，逐工长时间做工课，足足有时间会当运动，有机会来参加比赛，实在真欢喜。休息的时候，礼拜六、礼拜天我们可以打篮球，因为我们菲律宾是很爱打篮球。我来台湾2年，没有时间打篮球。我喜欢打篮球。上班的时候比较没有时间，休息的时候才会来。活动过程中特别放送菲律宾、泰国国家的国歌，让因真感动，也感受台湾的活力甲友善。对，目前我们在台湾有80位的移工哦，那对我们很多的这个人力短缺、少子化所造成的影响非常大，所以移工的到我们台湾来工作，其实对我们的国内的经济成长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哦。那他们除了来这边认真工作，离乡背景认真工作，那其实他们更重要的是一个要在生活跟工作之间取得平衡。主办单位指出，台湾是一个多元平等的国家，透过活动，除了让大家会当伫无用的工课以外做运动，也希望让移工朋友伫咧他乡感受到厝的温暖。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。